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嗨，大家好，安尼我会伤大声无哈？我甲听后者，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你好，大家你好，安尼吼，讲足奇怪哦。大家早早，大家食饱未？大家晚安，大家拢会使。我来讲吼，虽然甲恁拍招呼，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这都叫做幸福啊！这几日啦，为什么搁休一礼拜？就是因为说呢，冷小小，神道道啊，吼，小可风寒，小可冷着啦，所以我嘛希望讲大家啦健康平安，安尼我就足欢喜的哦。祝福大家平安，好，大家好。我想讲你要收尾啊，祝福大家平安，听起敢若要收尾啊，感觉。讲甲落落长安尼实在啊，真敢若要收尾的感觉安尼。无啦，因为吼，即几工拢袂讲话，所以吼做一个甲拼拼出来。顺刷甲补一个就对啊，讲转来，谈转来就对啊。啦是咯。咱这集咧是台语话故事的第97集。咱活要100集啊！真好啊！其实顶2礼拜若有做，就等于讲这集爱99集啊！久久长长安尼哦，久长啦。开头讲故事进前咧，是讲咱的内容进前咧，要先甲大家来征求一寡即个大家的贡献哦，意见。嘛毋是敢若意见尔，希望讲伫咧100集第100集的时阵咧，咱想讲来做一寡小可无共款的物件，莫特别拢我家己来做节目，家己来准备功课，我休困一下会使直接甲大家寄来物件读出来的，甲开话一刷，所以伫咧100集的时阵，希望讲大家伫这段时间内一直到100集的录音进前，确定的时间我毋知影啦，反正就是尽量大家量早寄啦大家听友啦，恁若有啥物想法甲咱讲，阮甲这集合起来，甲做一集。嘛足趣味的呢。主要是想要收集大家即个批啦，毋管你这批是要寄即个 Instagram 啦，还是 Facebook 的即个批盒仔，拢会使批桶啦，就是你会使寄互我传信息互我就是单独啦，就是毋是公开迄款的。我会甲你保留，你如果啦讲希望讲伫节目中。甲你宣布，阮就安尼做。当然，你要宣传你家己的节目，还是宣传你家己的内容嘛，不要紧吼。虽然有一寡 podcast 的朋友你想要介绍你家己节目嘛，不要紧。那我会用台语甲你读出来，当然你若写台文，我就是照字读。那你若是写华语，我会尽量啦尽量甲意思翻出来可能无一定100%才表达到正确的意思啦，但是就是尽量啦就是希望讲会使收到大家的批，毋管你是要写啥，或者是要对阮提出问题但我无一定甲你应但是若我感觉我会使应的，我就会应啦。私人的代志咱就较无伫讲啦当然甲做节目有关系，你有兴趣想要知影会使趣味讲想要知影讲咱做节目的即个过程啦，或者是对台语的一寡想法啦，或者是对阿德本身也是对双方只有一寡疑问。鼓励、支持、批评、指教，或者是即个建议。但是我先讲说方先讲毋好甲我酸当然我嘛是会惊，因为我毋敢食酸。我嘛是会看内容啦若较酸的像梅啊啥迄我拢无咧食就是我嘛是会看内容啦，讲适合读出来才读。你若问一个伤私人的这咱就私底下再个讲啦嘛，即个嘛毋通问一个伤
过即个个人身体部分的特征啊，吼，有诶无诶，特性什么身悬啦、体重啦，吼，然后血数啦，吼，尤其是即个说防即个血数佫较袂使问吼，所以即个就是。女人诶年龄哦是秘密的哦。我感觉全部诶人，查甫查某拢共款，即个血数拢是秘密吼，拢是爱尊重人，无代表即讲问啊，囡仔几岁啦，结婚无啦，几岁啦，吼，月经偌济啦。管你屁事！所以敢若做无啦，妈你讲安尼歹听，敢若讲你要心加调查吼，安尼卖啦，较无好意思啦。有接熟悉，有机会拄着面，有机会开讲，自然伫咧开讲当中，嘿，我认为讲会讲诶，我都会讲啦。啊，你若讲寄一张批来要来问我这问题，我可能就较歹甲你应啦吼。每人吼拢有伊诶秘密。莫讲秘密，安较严重啦。伊诶私人诶物件，毕竟是私事啦。哈啦，是安尼无毋对。所以即个部分就请大家见谅啦。请多多包涵啦。是，若有即个其他诶疑问吼，包含拄仔讲做节目啦，还是凡说你想要知影阮诶一寡对什么代志诶想法，拢无要紧。或者是一寡鼓励支持拢会使吼，欢迎尤其若较长迄款诶内容吼，欢迎你写批来吼，都寄互我会即个。甲你念出来我会伫节目内底甲读出来吼，就是伫咧第100集诶时阵，希望真正是有即个物件通读啦。顶求规半工咧，找大家讲来寄一批来，啊，我拢无人寄来吼。结果拢无啥有够老第100集咧，我就会放空赢吼，互吊顶吼，放出来拢无声，我嘛是会发布吼，会上架即个第100集，但是内底拢无声。或者开头诶声讲了讲煞了后咧，就放伫遐，嘿，放1点钟，要结束啊呢。真见笑啊嘿。所以嘛，希望讲即个咱诶听友吼，即个第100集诶时阵会使互咱一寡鼓励支持，或者是想要讲啥，想要开讲，想要宣传，我会使伫内底甲读出来安尼。先在遮甲恁说多谢，一定爱哦。嘿，无毋对吼，过来就是爱先来补充一下吼，顶边吼，虽然讲已经2礼拜前啊啦，是啦，半个月前啊，咱其实有讲起着即个鸡仔年、试鸡啊，即款代志吼。甲迄个Q 字小黄瓜呢。其实论真讲啦，我若无记毋对吼，较早伫学日语诶时阵，即个小黄瓜正式诶日语，咱讲日语本身吼是 Q 字吼，但是当然有当时伫咧变成台语诶时，佫真条真侪变音啦吼，因为咱无一定完全照伊诶原本诶音去读。但是我迄工佫伫甲阮诶同学相佫去开讲吼，就伫问讲卖菜诶啦吼，就问讲啊恁。若是对人客，就是恁家己私底下，伫分辨的时阵，比如讲你去大卖、去挂货的时阵，你安怎讲？其实因讲因袂讲甲较清楚，什么试鸡啊什么，因拢无讲，伊就是大鸡、小鸡，最趣味的，因的规划就是安尼。嘛真清楚啊！我本来想讲，你可袂乱，想想的，上简单，真简单啊！就是只要讲大鸡甲小鸡，嘛袂讲其他的鸡，就是一定是试鸡啊，甲细条咱讲小黄瓜、Q 字，或者是咱讲细条试鸡啊，等等，毋管你用搭一款讲法。佫有新的一种品种，叫做买鸡。买鸡我就真毋知啥。有，迄个本身是另外一个品种，还是只是较歹尔？品种啦，伊迄较黄。无紧啊，买鸡咱就知影做买鸡，就较袂乱啊。真是佫有即个名讲迄个做买鸡，我印象中是安尼啦，因为真少去买即个物件。所以来甲大家补充一下啦吼，若是讲你要去买即个，咱讲华语讲小黄瓜，是大黄瓜。有当要等一下，或者是讲你这大鸡甲小鸡啊，介绍偌济啊，那算啊，无你较易电到说，你会知影安尼讲。敢其他别位的摊商嘛捌嘛？我毋知。咱宜兰遮宜兰你遐摊商会晓安尼讲，毋过无一定别位会安尼哦。是别关系，无一定有。咱即马问遐听友看有人知影无？再甲咱讲。你个试验看觅。嘿，你去甲摊商要讲，要大鸡小鸡，看伊听有无？伫咧宜兰遮会有安尼即款讲法啦吼，伫咧即个拍卖场，就是即个大卖啦，阮讲大卖吼，即个所在因就是安尼。阮一般来去买菜去迄落菜市诶时拢安尼啦，问个头家娘，拢讲迄小黄瓜，阮嘛拢直接讲，无讲迄 Q 字。定有即个问题啦，就是真侪物件包含摊商吼，较新诶物件，因其实袂阁去想台语啥，反而伊嘛会晓讲华语。等到讲即个物件，可能伊就会欠缺台语本身诶好名。发展这是爱足注意诶。比如讲，我前阵嘛就用去想一个，我做活动吼，都用着一个物件，华语，大家拢知影做木树芽。
对，木薯芽我也讲，嘿，但是台语是啥唔知影，无人知我是想嘛想无找嘛找无对，嘿我就去问同学，我想讲嘿啊，因像知影对无嘿？伊讲阮拢讲木薯芽呢，你若真正困难伊讲，就算讲即个真正有一个台语吼，你甲讲伊嘛毋知嘛人嘛是啥，听无嘿吼，嘿，所以这大家爱注意的一个物件是咧，结果咧，其实共目款还佫是前无结论，目前木薯芽，还无结论，所以在厝嘛，即个征木薯求大家芽就是意见。就是迄个安尼丝丝啊呢吼，迄菜啊，你再去咱拢拍青食啦，或者是即个做即个做早顿内底夹迄个烧饼内底，烧饼内底，烧饼啦、软饼啦，拢会有放。对，所以即个物件，当我个人无介意迄个，我个人无，无介意迄个味啦。当然，你若讲完全要照字安尼读，毋是讲读袂出来是会。问题是，毋是安尼讲，足奇怪。除非讲大家有即个意识啊，讲我就是用即个方式号名，我嘛无意见，我嘛无意见。会认知啦。但是。若有一个物件，有一个较白、较清楚的台语的词，会使互所有包含同乡无听过一听嘛，大概也知影这是什么物件。迄是什么物件？有当时有即个好处，有的物件咱后面好了好，有即个好处，嘛是一款做法。这就是目前我嘛无定论。这一种的创作。这就是留互咱的听友家己去想看卖吼，因为这嘛是一个功课啦，我家己嘛无一个定论。迄讲多去想着即个物件。咱遮的亲爱听友啦，知影再甲咱讲一个。对，好，来过来，咱就重点今日来咯，感谢即个咱的一寡贤书大德贤男信力天兵天将即个赞助甜油香吼，起两条，安尼哦，点光明灯啊，是要点什么灯拢会使。感谢伊咧，即个安泰水啊，哟，甲伊多谢，会感谢到底下各样都感谢，各种的即个。感谢啦吼，头一位是咱即个进前即个名你一定听过吼，做切拉黑切拉，会记得无？你有讲过。其实即位咧，伊即届用另外一个名啦，其实是咱共款回头客。安尼吼，之前咱就讲着讲回头客对咱来讲是真好，真大的鼓励。是大的鼓励吼。伊另外一个即个本名啦，其实本名做吴传正。就是吴，就是咱一般讲姓吴，迄个吴，传是即个好传的传，正义的正。安尼，即个名啦，听起来甲伊姓是一个男士。男士吼，就新书一位男性，男性啦，嘿啦，应该是吼，有当时伫 Facebook 顶管，敢若嘛会看到吼。伊即个贴油香吼，超过咱的即个上悬的方案，就是挂金贴门面嘛吼，咱之前有设定即个方案。真甲你感恩咯。嘿，就讲实在，伊即个一直以来拢长久伫赞助啦，即个赞助金额加起来袂少吼，嘛希望讲当然我毋知你是毋是即个落地啊诚深，这我就替你诚欢喜啦吼。但是嘛是建议大家讲，即个你爱真正行有余力，你爱感觉讲袂对你造成负担，袂对你造成压力，加来赞助就好啊吼。因为这只是阮一个感受你的心意，我会诚欢喜，但是无希望你会感受到一寡经济压力。当然啊，对你来讲这是无啥问题，阮当然是多益善，欢喜接受，绝对即个无嫌济吼，但是真正希望讲会使爱注意家己的即个，你若感觉讲无问题，我就替你诚欢喜啦。是啦，即个物件虽然啦，对，但是伊就是真客气，逐遍拢无漏话啦，就敢若赞助无漏话啦，欢迎你来即个留这话啦。过来第二位是即个屏东，伊就号名说屏东的听友啦，所以屏东的上我毋知影啦，屏东的听友嘛真济啦吼，真好啊，伊的赞助嘛是共款咯，嘛是共款超过咱设定的即个上悬的即个挂金贴门面挂金的方案啦，多谢，感谢吼，伊有留话啦，伊留话嘛真简单，伊讲真介意你含说红子的主持，谢谢，感谢你，感谢一个。其他的赞助咱就后壁再讲，其实还有其他的啦，顶半大先安尼。那主要是来进入主题啊，因为咱头前甲打都已经12分钟过啊。我拢已经无开讲着啊，我敢若补充甲敢若就无啦，我较济啦，我话较济啦哈。无要紧吼，来，咱今日要进入主题是即个，若看咱标题就会知影，咱即个个是新的，虽然讲是即个台语的故事内底新单元的一款吼。当然台语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单元啦，但是新单元内底无共款的面向，无共款的即个内容。那即边呢，咱来讲册。以前吼，
老伙仔人来你讲，毋是我老伙仔啦，阮进恁的顶阮顶顶的老伙仔讲，啊你吼。若看到册你就册，啊你哦就读久啦，真较早阮惨。细汉拢讲啊，册愈读愈册，愈册啊，有够害有册拢读较较只偏较只去啦。偏去啦。嘿啦，你是读去较早拢排迄个册牌仔嘛吼，是哦册牌仔是咱伫讲吼，嘿其实有诶所在毋是讲册牌仔，哦讲珠宝啦，讲什么哦，各你书包种款的讲法。应该是较城市啦，无确定，但是咱遮是讲册牌仔。较市无毋对。较早是册牌仔是排伫较只偏，无对。当较少，我看当真济拢是有一个敢若即个行李安尼吼，挂链啊。诶，人就去买菜安尼当会太较重视讲囡仔莫伫地较重，吼，对伊诶身体发展吼，就较无较好。对身体发展较无较好，所以后来拢用旧诶较轻巧。啊，你嘛，咱遮我毋捌看呢。我敢捌看过。呢？遮附近我捌看过咧。无咧。时间过过，反正有诶人佫认为讲安尼较好嘛，无一定。嘿，我都无清楚啦。是讲咱咧讲即本册进前，要先来问一个问题，吼，讲说洪志你本身敢有兴食海产？一半。一半，嘿，一半你是讲，逐项海产你敢若食一半，鱼啊食豆饼，豆饼我歹食，食头我歹食尾。你莫讲甲好笑好无？我是吼，海产有选择，吼，大部分拢有食，所以讲算爱食吗？搭一寡你无食？哦，我唯一的吼，一生到目前为止，我拢必讲做知，海参。我毋知影咧，海参，海参，我为什么即个物件我完全人讲毋敢食？海参嘿，无胆固醇无胆固醇吼，奇怪咧，我都完全毋捌到目前为止毋捌去甲食做一喙做啥。你看会惊是毋是？毋知，反正就是袂想要去食。都完全，我如果去硬着，我嘛当喺啲边仔去。你敢有？其他无禁忌。无禁忌，无禁忌。你敢有特别兴食什么海产？特别兴打一款啊，无一定讲打一款，打一个物件，打一款。比如讲海产内底有即个像蛤蟆即款嘛算嘛吼，嘛即螺啦，或者是毛蟹啦，蟹啊啦嘿，蟹啊啦，什么蟹啦，什么蟹，做一种的蟹啦吼，龙蟹啦，拢会使啦。高亢无食，高亢你无食呀？毋敢食，你毋敢食高亢？毋敢。若因为咱若去领盘迄出来无，我都毋敢去帮。若鲍鱼会使？可以啊，真好食。咱毋是定定讲高亢甲鲍鱼亲情？无共啊，伊迄切片啊，切片就会使。鲍鱼啊，嘿啊嘿啊。你是惊有一地迄个青青迄个所在是毋是？我毋知逐个应该加减拢捌食过高亢嘛。因为伊迄高亢是安尼出盘领盘吼，领吼。反正我毋知咧，为什么甲我有关系的款哦，我无了解咧。这真奇怪吼。其实讲海产这个物件啦，咱定定讲台湾其实是一个海岛国家，海岛嘛，一个海岛国家，所以讲有海产文化，无海洋文化。咱过去定即款讲法，讲咱台湾人对海洋，你定定讲海就危险的啦，不要这个时啊，唔通去海边啊啦。掠鱼嘛是爱去海洋啊。咱你讲文化这件代志。是啊。其实我个人是真无认同，讲咱无海洋文化，敢若海产文化这句话。是安我无认同这句话，因为咱是连海产文化都无，好不好？像我来讲，像我前一阵啊，吼。你这是毋是爱问掠鱼的人较了解呢？一个国家内底人，大家若毋是讲，虽然拢对这有一寡基本的概念来讲，这都无做一个通俗通行的文化嘛。就敢若你无共所在、无共领域食头路，一定有某一领域的你熟悉的物件，但是咱对其他嘛无熟悉，咱别人无熟悉。你的范围内啦，你就较无法通行，吼，咱就较袂讲这是咱规个国家的文化。所以过去定常口说讲，咱就敢若海产文化，讲敢若知影食啦，意思讲台湾人重食，但是你无真正去了解海洋的文化是啥。咱有掠鱼出海无毋对，但是除了这以外，你看真侪人细汉的时阵，定定互家长讲。毋通去海边啊，危险！尤其7月4日就要到啊，但是咱拢无教咱去安怎熟悉海边啊，即个环境，教咱熟悉什么叫海，咱人甲海的关系是啥？其实真少。但是我讲我啥无认同，就是因为咱连海产咱都无熟悉。莫讲，咱举一个例啦，我来举例，像我前一阵仔去即个东北角。
猫东北角，猫蚵你知影吼？东北角大家听有猫猫蚵澳渔港吼，这大家看唔知，我就用华语读猫蚵吼，猫蚵，猫蚵我个性有去过哦。那猫蚵其实有一个迄个像。什么？但北角其实鱼港就济啦吼，所以我唔知咱去是咪共款的吼。我去遐就食七仔。七仔我捌听过。七仔是啥咧？七仔就是敢若迄个安怎讲哈？大地九头的嘛，是毋是？真巧我毋对。七仔其实就是一款藤壶，华语叫做藤壶。我你知道做什么苗啊？但雄袂记得。我嘛有食这个千串，千串还千串哦，千串是啥物件？我等要讲千串，我去食七仔，我去食千串。先甲大家解释一下，因七仔听起来，因为拄好头前是合口音，大家有当听唔到，毋是七仔，后壁毋是肉，迄个音是啊。咱讲伊啊倒啊，迄个啊，所以是七吼是七仔吼。你若要写汉字啦，七迄个字就是一个汤字边，一只糖迄个糖，毋是三只糖，一尾糖就好，一尾糖搁一个正手边是顶悬一个口，一个葱，一个耳。这就七仔，就是咱讲华语讲藤壶的一款啊。千串是啥？千串你若是用华语来讲做利螺。这一定要用华语互大家理解，因为大家华语嘛无一定听有，因为这物件我若用台语讲，大家确实较毋知影。以前我拢去吐，用吐的，吐了吼，去先敢若做咸辣安尼，真好食。千串较接用先敢若咸辣的做法，若是即个七仔吼，都无一定，七仔用吹就会使，就青就好食。七仔我个是毋知咧。伊在热天，差不多到这时阵特别无爱款，特别买啥爱款。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啦，咱莫讲食过，甲听过啦吼，你连知影是啥个人都无济啦，莫讲食过哦。搁较免讲你传统市场是鱼港边遐鱼市吼，鱼市毋是鱼市咯，毋是鱼翅吼，鱼市鱼市场吼，鱼市吼，鱼市场，嘛毋是鱼市吼，是鱼市场啦。你场讲出人都听。咱一般个袂安尼讲啦，就鱼市啦，吼，市啊啦，鱼市啊。迄是咱别简单讲啊。那你内底吼，咱是捌有几项？对，你若去踅即款有鱼蛋啦、鱼翅的，就鱼市场，你捌有几项对无？先无几项咧，因为所在是大尾看起来拢差不多啊。有啦，基本上吼，有啲煮的较知影几项啊。敢若你看迄个西方人有无白人安尼，大家拢毋管什么国家拢共款啦。就敢若西方人看亚洲人嘛是共款，日本人啦、台湾人啦、韩国人嘛，生做拢共款。面膜敢拢差不多咧。嘿，拢会即个感觉啦。面膜啊，听有啦吼。是毋是种逐尾看起来拢差不多嘛，有诶较大尾，有较细尾，就红白白乌乌，就是安尼吼。甚至讲毋捌去过市场诶囡仔，反正当做迄个三文鱼，自本就生做一片一片。三文鱼啥物件，就是华语会讲鲑鱼，因为鲑即个字其实是后来咱为日本搁出来诶，日本甲即个字摕去做即款鱼仔诶名。本地毋是即个意思，咱伊诶古地意思其实就是做咸价诶意思，即个字念做价，我较早捌解说过。咸价，你讲解说者？海产去生过做咸诶吼，保存方便保存，尤其是海产叫做价。迄直接就通啊食，毋免搁创啥。咱要讲像咸辣，其实嘛算是款价吼，咸价。当然教育部当用诶字毋是即个字吼，互大家理解一下，但是意思是同款。有啥物基本即嘛有迄个头条，A4买小羹啊啥个，是。迄拢甲生起来一罐一小罐。系啊啦，这玻璃干啊，一罐安尼吼，有迄种诶，就是拢你直接摕起来食着，那就是这做咸价，会使直接食啦吼。但是咱当是讲，因为即个龟即个字本地是日本摕去用了，甲变成咱当讲三文鱼即款鱼仔诶名，搁华语搁摕来用，讲做鲑鱼吼。但是所以也就是讲，台语无对咧，甲即个名摕来用啦吼。所以我讲。目前较通行，台语内底较通行，咱会定定讲三文鱼较济啦，三文鱼。讲了关系。其实有诶国家嘛用三文鱼，我会记得敢若香港敢若买，当然毋是国家，但是香港嘛用着三文鱼即个名。反正伫就是咱诶华语伫讲鲑鱼即款物件。有诶囡仔若无去过市场，反正真正当做第一片诶鱼仔，就生做安尼一片一片，真正有即个情形哦。我知咧。因为伊毋捌看过几只呀，几尾啦，真少。咱家己嘛，其实咱伫市场嘛无一定看到几尾，有诶拢切好互你。
对你若较对，早较一看会着。篇一篇安尼嘿，若小可讲会出鱼仔的名的人哦，像即个马头啦、红哈鳌啦、哈，赤鬃啦、红目莲啦、花灰啦、白带鱼啦、白枪啦，像遮就较有名。马头哦，啦，嘿我甲你讲马头佫有分红马、白马、花马。哦，我知啊，马影头讲，你创啥敢若买一粒头的？马头鱼嘛，头鱼吼，伊个头诶，细细角角哎吼。即呀，个马头其实就我知影，我肉本身知影就嘛不哩七款。粉啦，嘿，好食，敢若品种就7种以上啊，安尼哦，嘿嘿，即个哦鱼贩仔甲我讲的啦吼，因为伊上哦，熟悉嘛，伊啊，讲对熟悉对对，袂了，但是因家己经手过，因有哦，伫卖就当然咯，7种啊吼，啊，是，品种小可无共，啊，拢好食，拢好食。拢好食，我主要是讲像咱拄仔讲遮即几款较有名的，反正有诶人佫会认哩吼，较接行市场，伫市场伫行大诶，可能佫会知影啦。但是若要讲叫因去认讲飞机透抽软丝啊，即个嘿，要叫软丝啊嘛会使吼，软丝啊就敢若抽软丝啊啦吼，鱿鱼、目蜇啊、小鬼啊，讲实在。分袂清搭一楚寡是咧，无共种，搭一寡是共种无共名。因咧共国嘿，我甲诶，讲，就算你讲你去网络顶吼，顶悬去查几部，嘛会正讲全部啦，拢伫你面头前摆胶卷，或者摆纸卷吼，看你用白话也是即个文言，摆甲胶焦焦焦，你嘛看无啊，摆甲焦焦焦吼，咱嘛即个叽叽嘟嘟讲袂出毋知来。影是即落做啥物嘿，你查几半部真正物件个摆出来，你就几个分袂出来啊。这是啥？安尼个考虑一下。嘿，你莫想讲即个，反正我负责会晓食就好啊。吼，啊，是啦是其实啦，咱食诶物件吼，什么时阵有什么海产，过去诶人伫遮诶海产诶身上是得到什么款诶启示吼，什么款诶启发，那像安尼发展出即个什么款诶俗眼吼，其实足侪即款诶俗眼，这就佫会牵涉到遮诶海产诶外形啦、特色啦、产季啦、掠法啦吼，这等等，这就是咱讲诶文化。吼，咱定定讲文化啊，海产敢真正无文化？其实这叫做海产文化吼。过去咱对讲头前讲即个考试家己台湾人诶话讲，敢若有海洋，敢若有海产文化，无海洋文化。因为爱食嘛。啊，我定定讲，咱连海产文化都无啥啦，因为咱连鱼仔都无熟悉。这鱼仔连名本身就是一款文化，因为后壁像咱拄仔讲，包含伊诶外形、伊诶特色、伊诶产季、伊诶掠法，拢有影响，这叫做文化。但是都无做一个掠鱼诶人去写一本即个掠鱼诶册。其实加减嘛有啦，但是就是咱无一定看话者，无一定较注重。那讲实在论真讲啦，遮个海洋文化就是咱当讲保存正港诶海洋文化，其实就是保存伫遮个海产文化内底。你若永远讲会晓食，所以你食诶是啥，你都拢毋知影吼，这其实真无彩。无啦，普通消费者来讲吼，都是负责食你安尼讲，对无？知影一个乌龟鱼吼，即个你去超市拢有吼，都台湾雕。乌龟鱼佫毋是海水，是袂使叫海产文化。人讲饲诶吼，个正水诶吼，咸水甲正水吼，海水袂使写讲淡水吼，淡水敢若叫淡水河吼，逐个当做淡水啊，台北个正水吼。所以讲今日咱特别来介绍，总算讲到重点，头前讲较长吼，要介绍一本册互大家。主要就是因为要介绍即本册啦吼，也是咱做节目以来头一遍以册为主题，而且是用讲册。讲册方式来做介绍，愈读愈册安尼，无啦，我有介意，无讲愈读愈册。因为咱之前若讲到即个讲甲册有关系主题，主要就访问即个作者啦，伊诶编辑啦，吼。但是咱要来讲诶，即本这就是叫做花灰、花枝、花旗啊。台湾海产名小考，台湾海产名小考嘛，意思小考毋是叫你去考试啦，是讲去考、去考究、去考级，去了解。下考就是讲咱去了解伊诶细节安尼。要来介绍即本册啦，伊即个册皮顶悬就写一句话讲。台湾文化侦探，其实有得讲侦探吼。台湾文化侦探就是即个侦探啦，咱其实较少讲即个词，即个词嘛是为日本来。真少安尼伫讲啦，去调查意思。这是日本来的词，过去都有流过来，都为日本有流传到台湾来。只讲平常时当然即个职业较少人知影啦，吼，咱较少伫安尼讲。侦探伊既用即个词来教读啦，吼。台湾文化侦探周明忠带你对日常语言一探。
青蛙海味人生，意思是讲，咱为咱常常讲的这个词，还是这鱼仔的名，来了解这海味后边的真侪故事的意思啦。无毋对，这本册的作者咧就是曹明忠，咱都有讲这个词，名叫明忠，曹明忠，曹明忠伊是基隆人。安尼所以海墘嘛，这个基隆嘛，还是讲大海边仔大汉。像伊咱讲基隆。花莲咱的讲法是安尼，咱写这本册其实嘛真合理啦，因为大海墘所以伊有了解啦。毋过你毋好当做伊较早是伫什物讨海掠鱼啦，是讲鱼市场伫卖鱼仔船头家啦，还是鱼贩啦，拢毋是鱼贩拢毋是，人是无是你创啥？咱先了解一下即个作者伊的即个背景。人是大学读历史的研究所咧读到美国的新闻硕士，新闻硕士。得倒来做这。后来转来台湾，无转来台湾是捌伫咧即个报社写过文章，做过记者，嘛做过主编。嘛做过即个英语甲华语的导游，所以表示讲伊对地方、对文化、对历史拢真有研究，真有了解。我想来讲起伊的这个经历咧。其实是我伫想讲，伊后来关心的议题，还有伊即个写作的方式，凡世甲伊过去即个经历，伊的经验是有关系。真重要，咱一个人的经历、经验，真是非常的要紧。有当时你的即个过去的经历，甲你后来做出什么款的作品是有真深的关系吼。伊后来咧出过真侪本册，像即个《基隆中元节》。基隆中元节、基隆中元节，伫迄目前台湾嘛是足大型的，即个尤其中元节伫要到啊，伊迄是已经变成一个足大型的活动啊，这真重视，大家拢真重视。一个地方的活动，还有即个基隆的即个饮食街道、饮食街道，基隆的饮食街，所以因为是基隆人嘛，拢会讲到基隆的物件。还有即个基隆庙口，这嘛是一本册哦。基隆庙口嘛是一本册的名，就是你讲基隆庙口的物件吼。即个迎妈祖像这款的这个册，拢你看得出来，甲文化真有关系嘛。这拢甲基隆人真有关系。那伊嘛有像台湾真歹念。台湾 Formosa 伊就是讲台湾史新闻，也就是讲用为过去的新闻一直甲单来看台湾历史的变化，这真趣味。像这款作品嘛有真有心呐。咱看得出讲，其实拢甲伊的这个经历啦，或者伊的背景是有关系。也就是安尼咧，咱要讲的这本册《花卉花枝花翅啊，台湾海产名小课》，阮当都袂是一本海产的食谱，绝对毋是做食谱的啦，伊拢足文化的嘛，嘛毋是一般讲美食啦，或者食食的这个经验的散文，嘛毋是讲我写一个文章，我今日去台湾食什么好食的物件，嘛毋是款的方式。甚至其实伊内底咧会讲到一寡生物学、生物学即个分类，因为有人咱定定即个鱼仔甲迄个鱼仔其实是差足济，但是名足活的，因其实无亲情关系，离足远的。咱无去为即个生物学去了解，有当然拢会南做一块。名字不离我紧就对。有当然号名的关系但着即个情形，伊嘛甚至会讲到即个生物知识的册安尼。伊重点毋是讲即个分类是讲。甲即台湾遮咱食会着的海产，透过生物学的分类、学名、台语俗称，像我介绍这本册，虽讲伊主体是华语写的，但是讲到即个台语俗称，就是即个鱼仔的名，你去市场画出来，人知影讲你要什么鱼啊？无你若讲学名，想听为你讲啥？台语俗称最重要的，伫台湾鱼仔。来去买讲，你这码头安尼偌济？你若讲码头，这就感觉就无共款。来，还有一个伊的这历史上的记载啦，还参考着台湾的俗谚，还有这掠鱼的船头家甲市场鱼贩的讲法，就种种来源啊，来对咱的这食会着的，这甲台湾其实有真深的关系的海产，来刻考伊号名的来源。当然真侪鱼仔，咱不到尾毋知啥人号做这个名，好奇怪，这哪介关？因为我咱定讲这个英語什么英語字紅刷，我毋知你知影是什么意思无？应该是台湾有一个好食鱼仔的排行吼，过去定讲後壁佫足長啦吼，頭一個是烏魚，第二就是紅刷，但紅刷咧其實是一款你若看伊身軀吼，
拢无红色，伊是即、个所以伊足像白枪的，生做足像白枪，你向看你嘛分袂出来，但是学做红刷，所以咱就会去溪口讲，啥人学做即个名？你无看即个海产名有什么鱼汉哦，讨海人啦、鱼贩啦，凡是看到鱼就叫会出名，是哦，就厉害，特别即个鱼的台语号名其实真济啦，真趣味安尼吼，台语名佫特别叫会出来，你若讲即个。华语安怎讲，真侪人毋知影。我都拢安怎讲，我嘛毋知伊华语是啥，拢是安尼吼。毋过你若甲问讲，即款鱼是安怎号即个名？你了解我意思无？比如讲咧，讲红刷，啥叫做红刷？我较早捌伫网络顶管介绍一个做脱蛇啊。脱蛇有啊，迄个做皇帝鱼啊。一半嘛，皇帝鱼的亲情。脱蛇它一半边鱼啊。所以讲是嘛是即款的无对，但是伊是倒半边还是倒正边无共款哦。这皇帝鱼是另外一尾较大尾，较大尾就是一边尔嘛，一边有吧。但是类型迄因是亲情无毋对吼，这是无毋对啦。就是你若甲问讲这啥哪号名，我定定伫传统市场我嘛都安尼问吼。这什么鱼啊？我嘛去甲因研究一个这鱼啊什么名呢？伊上接听到因的印啥咧，就是。阮自古都安尼叫是啦。你若讲问另外一个问题来讲，即个某某鱼的名你甲我讲即个名比如讲咱当记咧讲脱蛇啊，汉字要哪写？伊哪有去管理汉字？我到底做生理呢？比如讲，咱脱蛇较复杂啦，咱莫讲较复杂，咱讲一个你连伫即个超市嘛看会到的，即个雁啊，雁啊是一款鱼啊，雁啊鱼吼，雁啊鱼啊，雁啊好有两种。我跟你讲，什么叫做雁仔好？雁仔好就是会食雁仔的鱼啊。咱定定甲好这个名对伫后壁，比如姜仔好，就是这个。雁仔好就是食雁仔鱼，是好食雁仔鱼，你若是像咱都记咧讲，即个姜仔好食姜仔，就是三枪，姜仔是三枪，好像黄喉貂的黄做，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黄喉貂，或者互人号做姜仔好。那过去咱已经咱认为已经绝种的另外一款动物嘛，号做姜仔好，就是云豹，台湾云豹。你要叫伊分吧嘛会使啦吼，但是在地过去啦，嘛会甲号做姜仔好，两款拢会使号做姜仔好啦吼。当然其他名咱遮都先无有甲遐容易去啦。美国研究啊，譬如讲咱讲雁仔即个物件吼，即个雁仔虽然讲是鱼蛋，拢一定会有诶，定看诶物件。对。那你去问头家讲，头家，即个雁仔鱼，雁仔是安怎写？毋知。我跟你讲，伊要叫伊甲你印吼。高声伊会讲起啦，伊会甲你应讲即个，阮都安尼叫啊，是啊，嘛袂去想讲安怎写啊，我做生理诶，无啦，我做生理尔，我写迄要创啊呢，无就是凊彩甲你讲一个字，可能是啥啦，可能是即个烟啦，烟当讲诶烟啦，凊彩讲做烟诶烟啦，真是伊诶本业是做生理，所以我若听伊讲凊彩讲一字吼，你就嘛看会出来讲伊伫好笑啦，伊伫甲你糊弄安尼，是讲即个海产的名的来源，或者是讲字安怎写，敢有较重要知？就知人吼，好食较要紧啊，对无？你知影讲伊的名安怎写，鱼啊敢会变较好食，都嘛是袂吼。毋过海产的名其实定有真深的学问，真趣味的所在吼。伊凡说是来自外形，伊的体色，伊的即个鱼种的分类、生产的季节，或者是即个伊平常时吼，就是适合料理的方式。像安尼这物件其实就是文化，号名其实是人甲环境、甲自然、甲这事物互动的结果。我讲这会使互大家去理解一下吼。你若问鱼贩吼讲伊毋管伊平常时吼，大家好也歹啦，你会发觉一件代志就是，若较大胆，即个海产种类较侪鱼蛋即款鱼仔号做啥啦？迄款鱼仔号做啥啦？一我接看到伊可能会用华语甲你印吼，比如码头，你知影讲伊无啥会晓讲台语的，无啥会晓讲台语的消费者人起来讲，你讲老板这个是什么？伊可能酒手，比如说码头，伊会甲你讲码头，像即款酒手，咱知影。较好讲诶，咱伊还会晓用华语就甲你印啦。但是印到尾吼，这鱼仔名后来嘛拢变台语诶，是安那？因为即个海岛顶悬过去诶人，就是安尼伫熟悉环境诶，因用因诶知识，因对生活诶认捌来
对这个海产的好名，过去人讲的本地就是台语，这个讨海人本地就是讲台语的人吼。所以伫台湾台语内底对海产的好名会加足较长的，加足齐全的吼。你华语内底真侪物件拢变成其实拢是抄台语的，比如讲你去超市看到蚶仔，你会看到一下烟仔鱼啊，其实毋是烟仔鱼嘛，就其实是台语的蚶仔鱼，甚至我有看到，比如啊，宜兰县有一个真有名的超市系统叫做喜互惠，对无？因都有吼，我前阵仔伫超市内底，当然大细间每一个所在无共款，但我大遐附近都有吼，迄间伊都有规区拢是做海产的，鲜的海产的，你就看到伊顶管是写烟仔鱼，啊边个一个烟仔虎吼，蚶仔好，咱都讲做蚶仔好，蚶仔鱼、蚶仔好伊拢有，但是烟仔虎无什么意义，其实这是因为台语来的，伊是甲台语硬翻哦，这个音可能是啥物字就写落来，直接甲写落去就对啦。对，其实全部拢是台语，所以你啊问到尾啊，直接台语翻啦，问到尾啊，最后拢只好用台语甲你印，拄开始少数鱼啊，佮用华语甲你印，到尾伊印袂出来啊。个台语翻最好笑诶，嘿，对，伊只好你硬翻，这就是特殊的代志啊，所以台语内底对这海产名这齐全吼，这是因为伊自古早的生活讨海的这人本来是讲台语的人，所以伊这个文化是带伫台语内底，毋是带伫华语内底。咱华语比如讲北京咱讲定讲华语其实是较话北京话，因都无话海啊，你要叫伊去，袂使讲完全无，但是主要的所在就是无嘛，所以这个有法度形容的物件就少，有法度讲的物件就少。当然还佫一寡就是外海的原住民族，对因这掠鱼掠会着的这海产，当然嘛有真幼路的形容的话语去形容啦。你若去兰屿，兰屿我知道嘿，典管迄叫做岛族就是达悟族岛族咧，因是即个台湾包含离岛范围内唯一完全以掠鱼为主的族群，原住民族内底。飞鱼啊，飞鱼啊，飞鱼、飞乌，迄叫做飞乌吗？飞鱼叫做飞乌，啊，佫有一款叫做鱼啊，南蒙古话讲成叫做鬼头刀，叫做飞乌虎，所以你伫南蒙古会看到飞乌虎丸，就是用即款鱼啊做的鱼丸哦。南蒙古话特别济，南方南蒙古话特别济。啊，咱当有讲到即个虎是安怎来的？所以就讲飞乌虎是专门食啥？食烟。食飞乌啦，飞乌虎就是食飞乌，种飞乌虎，就是讲即款鬼头刀，咱讲飞乌虎，其实真兴入伫即个飞乌后壁，所以就是飞乌虎，伊要食飞乌，嘿，所以叫做飞乌虎，就安那来，你就知影，但以后看到什么虎这毋是什么真正讲即个虎啦，即个动物的虎，是讲伊食头前迄个物件，伊的名的物件，所以这就是真特殊啦。然后咱讲到即个岛族岛族，因对即个海产的分类甲号名的复杂程度，都搁较无得讲啊，尤其掠会着像。因对鱼仔的熟悉嘛，足厉害，甚至因佫有分做查甫鱼甲查某鱼，毋是即尾鱼仔是查甫的，因为因拢伫遐生活啦。因的主要的主食，因为其他的族群有种族，伊的种食，但是因无，因就是正讲完全就是掠鱼，主要就是掠鱼，所以因对鱼仔对海产足清楚。当然因的好名就叫幼路，甚至伊就甲因的文化结合做伙。譬如讲，我知影讲因大概啊，然后就有分查甫鱼甲查某鱼，就讲查甫人会使食什么鱼啊，查某人会使食什么鱼啊，是无共款。你查甫人袂去食查某鱼哦，是讲鱼啊是查某，无好代志发生。真的吗？嘿，因会安尼认为，所以这就是伊的文化。你若要问伊讲，到底是什么款的鱼啊是查甫鱼，什么款的鱼啊是查某鱼？歹势嘛，真歹解释。伊讲袂出来，伊讲袂出来嘛，分袂出来。但是因就是自然就知影，这就是文化底底，伊本身就是即个文化当代成人，就是即个文化体系。因的基础就是安尼啦。这真特别的所在啦，真特殊。这嘛互大家理解者。但是咱这边毋是要讲即个岛族的即个。岛族。岛毋是岛啦，
应该有做到啦，我毋知啦，反正就是达悟族吼，即个物件，毋是物件，就是因的文化，我毋是要讲因的文化啦，咱来讲台语本身啊，讲咱台语本身，即本册咧，即个咱拄讲着花卉花枝花枝啊，台湾海产名小可内容是华文写的，毋过逐篇内底吼，你就会使看到即个即个台文甲拼音，因为你只要要讲鱼仔的名，伫台湾你要讲海产名，你绝对闪袂过台语。因为海产伫咧台湾袂使讲成立，应该讲甲遮的名加落来，甲遮鱼仔、遮海产的名加落来是台语，台语的即个文化伫咧。因为自古早时掠鱼拢就是咱遮台湾人，对，潮州人拢讲台语啊，潮州人伫讲的，所以就是安尼。所以讲伊当然自然就用台语来号名。咱知影真侪海产名叫会出来，写袂出来吼。共一个音可能有真侪字，这就会造成误会，甚至改变伊本地的意思。这就会即离迄项海产本身的特色就会愈来愈远。那用一般口闹愈来愈远，所以内底有真侪透过遮个名的发音出发伊叫做什么名？那发音，咱来推敲来开考伊具体的来源，这就敢若即个推理小说呢。一探究竟的感觉，所以一篇一篇读起来，这本册慢慢研究，真趣味的趣味。你会讲原来是安尼，原来过去是安那讲法这个鱼仔我定定食着，我捌听过这个名，原来是这个意思。互你想袂到，你料想袂到安尼。surprise， 当然配合咱频道的特色，我会用甲海产有关系即个俗眼开头，经一篇即个册内底内容，讲互大家偏芳一下啦。那大家感觉心息，家己就会使买册来看安尼。我当然要开始进前咧，咱先休困一下。我讲遮久啊，讲到喙焦，我讲即集足长诶。咱就先休困一下，咱要甲佢等下。先休一下。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即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传说、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个转来啊。来咯。咱同款吼，因为下晡段嘛是有即个赞助的即个了话吼，咱嘛来感谢一下赞助。这位是即个景山哦，伊老话即个名叫做景山啦吼，前一阵仔有抽到即个宗宪先生、王宗宪先生的新册吼。那因为但是伊的即个老话较长一撮吼，这日后有机会甲来好好甲讲啊。但是因为咱今日的即个比我料想的佫较长吼，开讲，结果无开讲着，那时间才一下就过去啊。这个就去啊，所以我大概讲一下就好，大概吼就是讲真好运啊，抽到宗宪先生的新册，那今日来添油香一下吼，来感谢你的即个添油香啦吼。即讲是老听友啊，较早嘛捌添过油香，毋过因为伊可能毋是用共款的口做啦，所以我都看袂到伊的资料，我都无知影，但至少知影讲这是一个回头客。真感谢你，感谢你，多谢。但是伊有捌讲过，伊这个老话我知影吼，是讲伊讲较早捌甲我讲过，讲宜兰腔真好听，真刺激。因囝听到即个食饭配卤卵，就出甲足欢喜的。这个我有印象，我有记伫着吼。
那伊家己甲囡仔是伊是全台语的爸母。哦，你不简单哦，真厉害哦。讲真介意即个咱好听练转的台语嘛希望讲未来咱节目搁较顺利成功真顺时安尼互搁较侪人听着。这嘛忙啦，哈，多谢多谢。最后又下一寡愿啦，即个要希望我会使风送安尼啦。这都我暂时无甲读出来那真侪人有的人我无一定邀请会到，有的人是我毋知我有即个才调访问无，有个机会无毋知啦尽力啦。这都日后有机会有当时即个人反正因有新的作品出来啦，啥反正有机会邀请伊来。嘛有些看机缘啦。无毋对这都真多谢你我都暂且莫讲名拢读出来是无对人歹势安尼。好啦，嘛感谢你的提议啦无毋对，我拢会看过只是讲我真正无一定有时间上会拄合拄合无一定会拄好啦。那真正有即个机会来讲阮都会尽量啦。对，无然后真正有即个机会，阮都真实会即个搁较想办法就是安尼另外嘛有即个建议讲苏宏志当即个因为伊就是讲真介意听你讲台语啦所以咱希望讲咱华语搁较减少一寡。好咯我尽力。就是有即个希望啦希望讲会使有你的提议我会去注意讲你的即个台语好听希望讲你尽量讲台语安尼感恩啊。过来另外一位咧是即个挂金方案即个硬要用台语读做张小塔啦塔就是一脚甲塔落去但照你讲即个名应该甲台语较无关系啦。咱是咪讲打咪讲打翻塔打甲塔无共款打翻打塔跟塔不一样。或者小 T 张小 T 伊就寄付即个挂金方案那嘛有留话互咱伊讲足介意听你主持互我了解真侪台湾历史甲故事搁较认捌我的国家那希望阿迪即个节目会使长长久久长长久久继续落去安尼虽然讲阿迪两个字写毋对再一次甲大家提醒阿迪的阿是阿舅的阿迪是特别的迪毋是德国的迪阿迪就是即个。我知影你的心意啦当然讲长长久久我用两款读法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的这就是较白话的读法当然你嘛讲长长久久也是可以啦当然因为宜兰腔我就讲长长久久真长久以来咱嘛安尼讲这种的真侪款的读法安尼在此嘛感谢今日这咱的添油香的显然信力咱的这天兵天将感谢来过来讲转来咱的主题，今日主题就是周明忠的回机回旗台湾海山名小可一本册啦原来时间有限，我无希望每一个伤长我剪袂了所以咱就赶工先赶咯先引咱进前伫咧即个时光的背景第5集内底提起过一句俗言迄当时是我捌讲一句俗言叫做半鸡车章是有印象来讲起你还佫会记什么意思无？袂记你安尼向讲问拢无法准备半鸡车章咧就是讲用无遐好的物件去冒充就是我知影啦更较好的物件伊只换真啦有的人讲来鸡碰过啦毋过这是较严重一段因为讲实在伊即个半甲车章之间是无差较济啦无正差济呢对咱嘛会使摕来形容人讲明明都无三两两硬要假大价啦假大办啦等好价啦等伊偌有才调啦送我熟悉恁送我熟悉即款的你就讲变碰红假就对当然迄集内底咱都嘛讲着就是讲但其实半甲车章即个介绍精差嘛无遐济啦讲实在就海产慢慢伫减少嘛，逐项物件拢变贵两款的肉质嘛拢袂歹其实认真讲啦，半甲车章这两款比起来，车章确实是较有名半大概较毋知影是啦，因为伊的名声较响啦车章真侪人听过过去来讲嘛是较高贵一撮是无毋对介绍袂歹真贵毋过你若要问讲即个车章的章到底是倒一字敢讲是我甲你章着迄个章毋是大家都毋知影啦你咧一枚咧就是各种各样啦虽然讲法拢无共虽然的想法啦虽然的写法拢无咱若以目前啦
教育部即个台语词典来讲吼，伊是写鱼字边，倒手边一个鱼字吼，鱼字边，正手边佫一个宗教的宗，安尼吼，读做章吼。毋过你若像即个1873年的即个苏格兰苏格兰长老教会伊的即个牧师吼，牧师的即个杜加德或者杜加德，伊所编撰的即个下英大词典下英下就是下门吼，下英大词典下英大词典。过来就是1913年，共款是苏格兰长老教会即个牧师甘威廉的下门音新字典、厦门音新字典，这两本来讲，还有台湾日本时代1931年的日本语言学家小川尚义，叫做小川直義，这是一本名啦。这个台日大词典这几本内底，册章的章是写做另外一个章，而且这个章字较歹解说，伊字较复杂。我才甲放伫这个配图顶悬，互大家家己看。这章字较复杂安尼。这嘛要补充一下拄则讲到这两个这个苏格兰的长老教会的。牧师一个是杜加德拄开始咱有讲到伊编写即个下英大词典，即个下字就是讲咱讲下门腔、厦门腔。当然你讲下门腔嘛会使下门腔啊，伊是下门腔的即个白话字，就是款罗马拼音的系统，看起来拢敢若写英语共款好感觉就是全部拢是罗马拼音嘛，伊去对应着英语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甘威廉的即个下门音新字典，就真清楚嘛，甲你讲就是下门音啊啦。其实杜加德主要是伫当时清帝国时期、清朝时期，拄开始伫即个下门宣教、宣教、宣传因的即个宗教嘛，做宣教。那会晓当地下门话，厦门话下门话，则佫参考其他的册来编写出下英大词典。后来1860年的9月19迄天有。感觉即个面色，因为即个就是即个阿德的生日啦，阿德本人的即个生日啦，出生日啦，这较无重要啦。伊对下暝来到台湾的河尾，就是淡水，还有艋舺、万华，伫即个艋舺的时阵，就发觉讲，哇，遮个人讲话，我拢听有呢。伊不得拢伫下暝宣教，学着下暝当地语言嘛。想袂到伊学着下暝话来到台湾奇怪，遮个人讲话我来听有。因为所以讲无差太远啦。其实伊来到台湾了，就认为讲，大部分所在当地的人。拢会晓讲下暝话，伊就认为讲台湾全岛都是以即个下暝话上普遍。当然这甲伊踮的所在有关系啦。伊伫台湾时间无长，来来去去定定嘛爱坐船。所以遮个较闹热啦，交通人员往来较济所在，定定拢有即个交做生意的同湾人。咱当讲同湾嘛，同安。同湾因为做生意人的语言会比较较进步。应该讲，我海港、我河港。因为当讲艋舺啦、淡水、河尾这个所在，就是我河港过去就同湾人真侪啦。咱之前嘛讲同湾关，我即时条讲讲伊正式的讲法咱因为咱的腔咱讲同湾，我即个漳腔咱讲同湾变调来讲，但是咱之前你若详细听我伫讲，我即时咱讲同湾，毋是同湾。因为变调无共款同湾，但是包含即个关。咱讲馆长、馆艺比如宜兰馆，其实迄个字伫咧即个同湾腔内底啦。当然一般咱讲同湾腔啦或者同湾关。关有，捌听过是过去是金门的一半，甲下暝的一半伊遮讲的即个下暝音或者下暝腔，主要就是咱较接讲的同湾腔。咱定讲台北同湾腔就是即款腔。迄口音真甲人无共款。杜加德咧，就是发现即件代志了，感觉真欢喜，喏。伊伫即个日记，有写日记的关系伫顶悬就写讲，伫咧清国的时定定讲300外公里，就是佫另外一款伊听无啥有的话清帝国迄阵范围嘛真大无共所在人的语言拢无共款。当然咯，中国有即个省嘛。是。你讲奇怪，即个行路就行会到，虽然讲足远啦100外公里，你讲行路就行会到的所在咧，即个无共所在话语拢无共款。安尼听无咧。是啊，那即个
过一个海峡，咱讲乌水沟嘛，乌水沟就是台湾海峡嘛，过这个乌水沟。竟然遮的人讲的我所听有，这真无事实哦，这就奇怪吼。所以伊就你敢知影伊个就想到啥？伊对这个现象吼，这个情形想到啥？就是讲这稳当是上帝的旨意啦，上帝爱我甲这个上帝福音伫咧遮发扬光大，来遮宣传。因为我总算会晓一个下暝话啊嘛，想要到伫遮嘛会使用，表示讲这就是上帝叫我伫遮嘛爱发扬光大，爱宣告，就这个意思。宣导啦，后来咧，伊就一直写批互教会，就讲即个所在安那，然后你一定爱派人来宣告啦，甚至拄则讲的另外一位牧师甘威廉，要来到台湾进前嘛是先找杜家德来学下暝话。安尼啊，即个下英大书典拄头也是无汉字啦，就是伊会用拼音的方式去对应着即个英语，翻译式英语，要互大家看有嘛，因遐人看有安尼。后来是这个巴克利牧师咧来做这个精补，甲汉字嘛补入去啦。当然，迄个时代话语当初杜家德嘛会伫内底标明讲，这是若是讲除了这个下暝话以外，若是漳州话或者泉州话安那读，所以拢有关系，但是读法就小可拢无共，无共款又甲拼出来就对了。但是杜家德呢来到当的台湾，咱讲台语已经是漳泉南，佮甲各种文化参染伫内底新品种啊，台语换台语啊。你若真正叫迄个当时的杜家德来到台湾，伊当可能听无咱的台语伫讲啥，因为太济伊就乱的，语言太济啦，嘿啦。佮就济即个语词啦、用法啦、讲话方式，甲过去拢无共款，所以即个100多年前来到当嘛是讲无共啊啦。好啦，咱讲倒来即个赤章，咱都一直讲赤章嘛，其实台湾的清国时期的风志啊，就是地方志啦，记录地方的大细项代志，即个风土民情啦，即个物产啦、地理各种大小事，伫遮风志内底写着赤章，其实是无算济，讲着赤章即款鱼啊啦，但是嘛有啦，比如讲举例来讲，1769年即个吴建伟、胡建伟又要写一个即个叫做《平湖记录》啊。澎湖纪略因为在地一款叫做平湖啦，当然有即个款，即个平湖其实就叫啦，咱讲平湖，咱讲平湖，但是在地有一寡腔资料的腔应该是平湖，在地腔应该是平湖，平湖纪录伊就写讲赤章鱼身体头大，尾两开，就是两条车安尼来开车吼，赤色幽蓝，蓝就是鱼蓝啦，赤色吼。这日本时代连环，也就是连战的阿公，连姓文的阿祖，伊伫1918年出版的《台湾通史》内底嘛，写讲赤章色红如海里二代，也就是讲比海里这款鱼啊更较大一寡。海里是啥？咱先唔管伊，讲春夏胜出，就是这个春天甲热天的时阵上济啦，家人最多就最多上济意思啦。其实赤章就像头前即个平湖记录内底讲的共款吼，头大大身躯短短，伊上顶悬迄条鱼鳍鱼鳍一般鱼仔的鳍鱼鳍咱讲鱼鳍，但是因为顶悬就是骹只即条顶悬即条，咱特别那专讲要讲即条的时阵，我有查一款讲叫做鱼鳍啦，华语讲背鳍，就是骹只偏的啦。虽然讲我嘛毋知到底较只片对鱼仔来讲是什么意义啦吼，反正就是咱若要讲背鳍的时阵吼，就是叫做鱼鳍。伊背后壁啦。若一般华语讲的鱼鳍吼，一般华语讲的鱼鳍吼，咱就讲鱼鳍较济，就是无共款啦吼。毋过若要专讲咱讲背鳍，就讲鱼鳍啦吼。赤章的鱼鳍顶头有一支的粗骨，即款鱼仔，会使规个天开。你若甲规天开，敢若像开成咧，你感觉敢若红色的头章共款，伫上顶悬嘛，就是红色的头章嘛。然后所以讲，周明总认为讲赤章的即个章，真有可能是字本指即个头章的章。这句讲拄尖头章，人的头顶的毛嘛，算头章。那你看歌戏内底，就北京戏内底，拢有一出戏，就是讲四边柜甲王宝钏，这出戏知影嘛？但这出戏的本名号是啥？知影无？袂记哩。你知影四边柜？知影王宝钏？知影这是一出戏？苦守寒窑18年。嘿，但这拢毋是伊正式的名。伊的这个艺名当初是正式的
这个号名叫做肮脏烈马，哦，有印象无？哦，等于对，这个四边柜徛迄只马，有肮脏烈马，头到颔棍的这个马鬃是红的嘛，马鬃就是头顶的这个毛啦，甲颔棍的毛呢，是，甲人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意思应该是讲，这个鱼鳍赤鬃的这个鱼鳍，就是较只偏这个鱼身，是红色的，一支一支的鱼骨，敢若人这个敢若马鬃共款，是赤鬃，意思是。不过咧，讲到赤这字，作者佫特别补充哦，咱周平总特别补充讲，确实伫咧一般的华语甲日语内底，赤字日语叫做阿卡，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字写红色的红的，说美丽啊，这些唔管啦，咱是讲赤字阿卡，阿卡酱，红的一个这个华语内底赤，嘛是拢有，比如讲咱讲这个鱼啊，整个赤，但是这是台语哦，一般华语若讲赤色，还是讲日语讲阿卡其实拢是指红色，台语的红色，但是。台语若讲到赤这个字，赤这个字，伊就像我刚刚讲的，整个赤，伊都不是正红色啊，对吧？赤的色绝对不是正红色，较过火，有过火的感觉吼，就是讲伊带有黄色或者带有红棕色、赤土色这款感觉较深，或者是带黄的感觉。比如讲，我现在有当讲带黄，比如讲赤沙。华语讲2号砂糖什么色的，其实看起来较偏这个较黄色、较土色的感觉，所以叫做赤沙。你若是用华语的方式去思考，就很奇怪，伊都不是红色的啊，因为这样讲华语内底赤是红的意思。意思讲做卡其色啊，较深就叫红棕色，棕色迄款感觉，华语讲棕色这款感觉，咱讲赤。个小可贵火感觉，赤迄个感觉，就这个感觉啦，那这是真趣味所在啦，那赤鬃这款鱼啊，日本叫做鱼雕，这个我无同款。其实你若甲这个号名的概念啦，台语本身的概念甲斗做伙，你就会使这个甲鱼啊本身来做对照。赤鬃这款鱼啊，确实伊的鱼鳍，咱讲背鳍鱼鳍是较挖深红色，较深的红色，过来伊的鱼身雄雄看敢若红红嘛，但是你也详细甲看，这个赤鬃的鱼鳍下骹，也就是较只片的所在，有3块黄色的斑。你也详细甲看，我会到时会找图出来，互大家看。也就是讲，卡只片的所在有这三块黄色的斑嘛。咱有讲赤这字其实有当时有红中带黄，或者是较深一寡的感觉的色。这甲一般华语甲日语内底无这个物件咱讲赤有这个意义伫咧，还有这个伫咧鱼篮顶管看起来，敢若发金光安尼啦。金光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斑。其实还有一块就是伊的这个腹肚边嘛有一块较无遐明显的嘛是黄色的斑的感觉。安尼咱讲。半鸡赤鬃对无？所以讲这两款鱼啊，头拢大大身短短，雄雄看拢个红色的其实半个鱼鳍顶上顶头上头前有两支特别长。这本地是真好甲赤鬃来做分辨嘛。赤鬃无这两支特别长的，但是若有人挑工，确实有人安尼做过去啦。但我毋知影，甲迄两支甲整好济，我加好济，甲后壁会共款加好济。若较无经验的人，反正都认袂出来是认袂出来讲这是到底是赤鬃还是斑是。当然，其实还有其他所在无共款啦，但是较幼路，大家无一定分得出来。无一定看会出来啦。这时阵咱就爱想起讲赤鬃的赤，我已经甲你讲叫做赤鬃赤色，就是爱红中佮带黄，或者带赤土色。你也比如斑啊，甲赤鬃个摕出来摆做伙的时阵，你真侪鱼蛋这两款拢会有搭一款形象有一款特色，你一认就知影。是咯，就是你有了解才会知影。所以咱就爱知影讲赤鬃这个赤什么意思？就是台语这个号名上本身的意义，伊的文化就伫咧遮。伊的身躯来分别。伊的文化就伫咧遮嘛。你看，古仔一尾鱼仔的名，都包含遐尼侪知识，对无？还有历史甲语言的文化性。真特殊哦。补充一下，语言也可以啦。但是过去曾经阮讲语言嘛会使语言的文化性伫咧内底。这本册咧，毋是甲我讲赤鬃尔啦包含对咱的这个
有讲到这个册名嘛，像嗯这个高亢，当然都你讲你无食高亢嘛，高亢到底是毋是鲍鱼？我定定讲小鲍鱼嘛，还是鲍鱼细汉的时阵，还是讲伊是什么亲情关还是完全无关系啊？是安怎？我内底就甲你解破吼，啊个飞机、小鬼啊、木材啊、透抽那时啊，因到底安怎分吼？因即本册叫做飞机飞飞飞机飞机啊，飞机两时啊。海产文化，就是这物件吼，到底送甲送共款，送甲送是无共款的吼。毛蟹、金啊、翅啊，到底个啥无共？毛蟹就分做一款嘛，沙港沙母佫是一款吼，那有诶无啦，像这样。安尼就爱逐个去买一本书来看咯。佫有即个台湾好鱼仔诶排行，俗语讲有钱食免，无钱免食。食免即个免就是免仔鱼，这嘛是一款诚好诶鱼仔啦，排行头前诶鱼仔。当讲出一定是有伊诶知名度。即个免到底是啥物鱼仔？对，内底就看会到。再去研究啦吼。而且咱就看了，才知影讲原来海产毋是讲即个三文鱼甲鳝鱼切片。鳝鱼还鳝鱼，咱定定伫市面看到嘛，毋是正鳝鱼。我知啦，伊有嘛莫讲半鸡车章，这就是半鸡车章啊，真适合的使用。有一输海就类似啦。这大家使去理解一下吼，这句就好用啊吼，这就是俗谚甲咱的生活文化，和咱食的物件结合做伙。伊再讲做咱的成语共款来咧，成语啊。更较有路，更较到达。简单用，你若有了解来讲，哈。正讲车章，你嘛知影车章生什么款吼？就是安尼啦，就讲咱就知影讲，毋是讲海产就是三文鱼啦，即鳝鱼啦、切片啦，用真诶安尼尔，绝对毋是干那尔。真侪囡仔真正干那食这两项尔，好食，大家都介意。但其实足侪足好食诶鱼啊。肉有啦。对啊，但是咱真正去熟悉，咱伫咧台湾的四界，咱四周围四块里啊，即海洋掠会着诶，即鱼啊，即海产到底是啥物件？咱伫尾有写吼，讲开始讲，咱也无对即个海产文化，像你讲无了解吼。所以推荐这本册互大家。人吼安那讲，咱就安那买，嘛无清楚啊。所以一定要来看这本册。然后你去海产档去，还是去即个卖海产的所在，还是去咱海产档食即个快炒嘛，食遐海产啊啥。我今日有啥物件？先看一下。你话语若出你家讲我买五还是要车章哦，伊就知影讲你有清楚哦。你来行啊来，你骗哦，住伫行啊来，毋是行啊外。台湾有遮济海产，每一项海产拢是学问，对无吼？飞飞飞机飞车，台湾海产名小可，作者周明忠。我无收费，毋过推荐互咱大家，因为确实足趣味的这本册吼。咱头一遍做甲册讲册介绍册啦，因为咱平常时毋是想起迄个册哦，册愈读愈册，毋是哦。因为过去是咱若讲甲册有关系，都有讲过，就是你讲是作者还是编者吼，编辑来开讲。那即边咱两个来针对即本册吼，即本真好耍、真趣味的册，看甲真趣味。拄则我甲你介绍时，你嘛甲我讲，书底下甲我讲，册留落来，互你会使变看嘛，真正就趣味，真值得看。我讲真适合大家会使做伙来，有兴趣去找看觅，有趣味去找看觅，真好看安尼。甲好的物件分享互大家啦。无毋对。后来今日介绍册嘛，讲了吼，其实内底足老热咧，但因为之前拄好讲过即个半鸡车章，所以我调工经即本调工经即个俗谚来开头，讲到内底的内容，这只是其中的一篇尔，内底有足侪篇，完全无共款，各种各样的。好像咱拄仔讲的即个册名顶悬就讲到翅啊啦，讲到灰灰就是迄个华语有啥我煞毋知。青灰啊。青灰啊，就是灰灰无毋对华语有啥我想袂起来。青鱼啊，青鱼。你熟悉的物件吼，台语讲惯势啊，我当电脑常说袂记，常给他忘记。有人讲青灰，有人讲灰灰，拢会使啦。青鱼啦，就是华语讲青鱼就是这三项我拢无讲着对，当讲灰灰甲即个。个啥？白乌灰灰，个有即个翅啊，内底有灰翅啊，这三款海产的文化，这三款册名写着，我调工拢无介绍吼。希望大家若毋管是对册名有兴趣，或者是讲对内底物件讲真趣味，敢若会使变看觅，去找看觅，去借还是去买拢好。当然会使去买是上好啦，咱要支持这认真创作的这作者啦，这创作者安尼吼，所以
拢真建议大家使去试看觅，就是只是讲我今日因为时間嘛無遐濟，今日順講一篇就有夠啊。順連是攏推薦的，無收廣嘿告嘿嘿費。嘿就敢若講一篇吼，但是就希望敢若大家講故事啦，咱就做泡水音樂嘿吼啊，泡蒸也可以啦吼，依然講怎樣磚塊吼，嘿泡音樂。音樂，嘿，拋磚引玉啦吼，哦，來好，今日的故事毋是故事啦，今日即個冊介紹講了了咧，毋知影大家對這集的內容什麼款想法咧？這幾集的內容你聽了是有介或者什麼款的指教甲建議，攏歡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聽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也是即個 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個5分數，互阮一寡鼓勵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查出也特聊聊天，也使看到更較濟節目內容的補充。後壁個重點就是行有餘力，願你一杯咖啡一包腦糖的錢來，行有餘力，來鼓勵阮做更較濟創作。莫互家己有壓力吼，雖然嘿，嘛會使點下 show note 就是說明區的這個贊助連結網鏈啊啦。假付是隨喜生意食水甜，人生表示意大筆的我嘛介意，毋管濟也少，攏感謝你的支持。真多謝。最後哦，你歡迎大家佇咧即個第100集吼，會使投稿。投稿甲寫批互阿德吼，互刷紅紙也可以吼，反正就是你 Facebook 頂懸、Instagram 頂懸，甲即個內容哦，透過即個批燙吼，就是伊個收件夾，華語叫做收件夾，伊批燙寄互阮哦，我都會收到。100集阮要來用聽友的語言，真希望會使讀出咱聽友的話，聽友的批吼。啊，你有啥物要對大家講的嘛會使啊？是你經驗的分享啊，你學台語的經驗，或者台語家庭的經驗，哦，這種真濟人會使真實用啦。真濟人佇咧進入這個有共款的想法，共款的希望行共款的路，但是毋知要怎做，或者反正恁的經驗的分享嘛，攏會真好。對台語的趣味啦，吼，對台語的心識，共款意思啦，吼，你就敢講。好，咱今日咱節目就到這，頭一段甲後一段，頂段下段甲長度無啥共款，無緊無重要。我哋就先咧，嘿，咱就今日到這，那就後回再見，拜拜。拜拜。